我再一次以党主席的身份站在这里跟大家讲话。我不是来接受各位的欢呼跟掌声的，因为总统选举已经过了。我们今天大会的主题是团结台湾，前进世界。疫情期间，我们看到的社会的团结，也看到的共同体的良善。从防疫至今，台湾度过了许多的难关，而当前最重要的课题就是振兴经济。今天是振兴3倍券发放后的第一个周末，在各地我们都看到的人潮，有人潮就有商机，看起来振兴这件事有好的开始。我们要谢谢苏贞昌院长所领导的行政团队，以及柯建铭总召领导的立院党团，是不是我们给他们2位最大的掌声，好不好？那就不要在那里，因为他们努力携手，有政府会做事，让台湾克服一关又一关的挑战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防疫有好表现，不代表人民对我们的每一项施政都买单。我们很清楚，民调起起落落，如果迷失在一时的高满意度，或者是沉溺于现有的执政成果中，那么随时有可能我们会再一次失去人民的支持。就像一开始我说的，我们不是来欢呼庆祝的，执政要面对怎么落实价值的重重的考验，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人民对民主进步党这块招牌的印象。因此，我要重申2个基本价值，让大家时时记在心里。首先，我要提醒，清廉、勤政、爱乡土是民进党不变的承诺。正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把这个承诺记在心里，今天我们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，进而全面执政。当然，面对现阶段的挑战，民进党也有4个当前的任务。第一，民进党要坚持改革，说到做到。改革曾经让我们受伤，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，坚持理念，调整节奏，最终改革还是会看到成果的。当前的台湾最重要的改革项目之一就是宪政改革。怎么样让国家的治理更有效率？怎么样让民主参与落实在生活当中？这将是宪改的当务之急。除了朝野有共识的18岁公民权，近来在野党也同意要推动废考监，这都可以优先进行。也要尽快提出我们的党版修宪方向，让立法院的党团可以在修宪委员会中有更多讨论的基础。我要恳请在野党一起珍惜这个宪政的宪法时刻。有不同的政治意见是民主的常态，但意见不同不该成为让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。相反的，正是因为意见相左，彼此琢磨出来的共识才显得珍贵。我们的第2个任务是民进党要培养青年为国举才。上一次的大选，民进党招募了许多优秀的年轻人，因为他们的参与，我们的竞选团队、我们的党务工作到候选人本身都有新的思维、新的气象。过去2个月，党部也积极地推动青年入党，创下2周增加2000名党员的纪录。但是我们很清楚，执政需要更多的人才，除了选举干部跟政治幕僚，我们也要在各个专业领域培养更多有能力、有现实感、愿意跟我们一起为理想打拼的好人才。我们不只是要征询他们的意见，要让他们参与执政历练，让他们成为接班梯队，为台湾的未来留下更长远的资产。我们的第3个任务，民进党要深化民主，在国际变局中守住
台湾的价值。这一次的疫情当中，台湾用好的表现，证明了我们民主体制的成熟，能够在灾难当前时有效率地化解危机。民主就是台湾最闪亮的一块招牌，也是我们前进世界时最重要的一把钥匙。但是在未来几年中，台湾民主面对的外部的挑战依然艰巨。我们看看邻近的香港，自由与人权正受到强力的冲击。在这个时候，我要再一次的重申，自由、民主和人权是台湾最重要的价值。民进党既然是执政党，就有责任守护台湾的价值，不对威权低头，不对恐吓屈膝。民主进步从来都不只是这个党的名称，而是我们要为台湾守护的价值。民进党作为经历过威权打压、参与过民主进程的政党，我们也会把台湾实践民主的经验贡献给国际社会，并给予争取民主的香港朋友更多的温暖。最后一个任务，也是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要共同打气的，就是眼前关键的任务。民进党要打赢补选，重新找回我们高雄的光荣。在我身边的是我们高雄市长的候选人陈其迈。2年前他跌了一跤，但他承担起各种冷嘲热讽，接下了傅格奎的担子，重新振作起来。这1年多来，从猪瘟到肺炎，从防疫到振兴，投资台湾产业转型，陈其迈无一不语，和我们的苏贞昌院长一起带领有政府会做事的团队，克服了各种的难关。当前高雄的许多的建设规划、产业蓝图，都是其迈念之在之，一手规划主导的。中央执政的历练给予其迈更成熟的经验跟更宽广的视野，让他从其迈 1.0 变成其迈 2.0。就像他说过的，没有一个一流的选手永远都拿第1名，最重要的是跌倒了能够立刻再爬起来。现在爬起来的其迈 2.0 的其迈有机会再一次的竞选，争取高雄人的支持。各位同志，我们一定要全力帮其迈选赢、选好，安尼好啊，不好？